哭够了。我没哭。还不承认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放心不下，就一直跟着你。一直跟着我？是啊，从天星堂离开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那我怎么没发现呢？我不想让你知道嘛。出了什么事？我的手。怎么会这样？分类式中毒的后遗症。我以后再也不能织布，再也不能绣花了。不能织布绣花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在我们草原上，女孩子还可以放羊、放牛，有些女孩还能骑马射箭呢。可我生在花儿井啊！我生下来就应该是一个织女，我就应该当一个绣娘。那多没意思啊！一生下来就注定当什么人，然后一辈子不改，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尝试，这样子会错过很多美好。唉，你们中原人出生的地方在一个房子里，死的时候呢还在原地，而我们草原人出生的地方和死的地方，有时候甚至会相隔千里。我们逐草而居，每年迁徙，走过无数的地方，看过无数的风景，这样活着才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一辈子只能当一个织女绣娘，这样很没意思？是啊，所以不能织布绣花又能怎么样呢？天又没有塌下来，对不对？你还可以种桑，你可以种出全天下最繁茂的桑树。你呢，还可以养蚕，你甚至可以养出全天下最可爱的蚕宝宝。心情好点了没有？可我再也不能绣和亲图了。不能绣就不能绣呗。也许以后我还可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，可是现在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和亲图啊。我知道，你不想你爹上战场。我希望千千万万像我这样女孩子的爹，都不用上战场。你以为一张和亲图就能带来和平吗？柔然和魏国打仗不打仗，那是许多大人物决定的，也许不止一张和亲图。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女，我唯一会做的，也就是织布绣花。我唯一能为魏国做的，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做到最好。可是现在，我连这么一点点都做不了了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带你去感受你从未感受过的事情。我们走。来，这些马，随便选一匹。就这匹。哎，你还挺有眼光的嘛。来，把手给我。嗯，给我。来，抱紧我。啊！快呀！啊！
好，做好了，我们走。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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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副将，我从来没骑过这么快的马。这算什么？你要是骑我以前那匹白马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快。还能再快吗？能啊，做好了。这。来，手给我。哇，这里的花儿还真多，有点像我们草原呢。记得有一次，你还跟我说，你们草原上的花很美。当时我还打赌跟你说，如果草原上的花真有这么美，我就把草原上的花都绣下来。可现在绣不了了。不能绣就不绣了。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就算不能织布绣花，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着你去做。你说的对，虽然我的手废了，不能织布绣花了，但是我还能做很多事情，去报效魏国。报效魏国？木兰，你已经付出了一双手了，还要做什么？虽然我的手不能织布绣花了，但我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啊。木匠，谢谢你开导我。不用谢我，只要以后你不恨我就好了。我怎么会恨你呢？我是真心谢谢你，你让我的心胸开阔了很多。哈，这花木兰跟多伦还挺般配啊。临走之前，丞相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多伦王子智勇无双，唯一的弱点就是多情。你不会是担心他们？我就是担心。我要回去了。木兰，你别想太多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魔将，你们知道如果中了风雷石的毒，有什么药可以解吗？谁中毒了？木兰，她因为中毒的关系，现在不能绣和亲图了。嘿，这是好事啊！他死了才好呢。你说什么？魔将，你说你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叫什么事？谢将军，请你看我的手。小三子，你说这末将有没有可能是朝廷的密探？密探？洛医师，这我哪懂啊？如果他真是朝廷的密探，他想打听什么呢？这五凤谷就这么大，有什么可让他打听的呀？是啊，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话，就是我们天星堂的炮手秘方啊。洛医师，他不会真的是为这个来的吧？那可不能被他拿到啊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天星堂就要关门了。那可怎么办啊，洛医师？也不用紧张，
他说他是高车人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就不可能是朝廷的密探，是不是？管他是哪儿的呢，跟咱没关系。但是要当心啊！谢将军，谢将军有什么吩咐？木兰的手出了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找过我了。能治好吗？如果坚持用药水泡手，再加上针灸按摩的话，也许3、5年会有好转。3、5年？不行，你必须想个办法，要在最短的10日内，让木兰的手彻底恢复。谢将军，在下行医15年了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经络受损能在短时间之内恢复的。木兰的手残废了，我亲眼所见。请罗医师看过没有？看了，说无药可救。木兰现在如何？他最焦虑的还是和亲图能否顺利完成，所以说提出要替他母亲顶罪，让贾云来主持。将军难道未曾考虑过，贾云也许是被冤枉的？如果实在迫不得已，我可以考虑将贾云放出。只是思娘之死，至今没有一个说法，就将最大的嫌疑人贾云放出，只怕是难以服众啊。思娘的命案和国家大事孰重孰轻，将军心里面应该有个定夺。我相信贾云不是杀人凶手，将军要是心中尚有疑虑的话，我愿意全部身家为他作保。先生说的对，和亲图不能耽误。既然先生愿意为贾云作保，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释放贾云的事情我随后就办，不过木兰的手也一定要治啊。我会想办法的，先生，拜托了。紫苏，我没事的。会不会过2天就好了呢？不会。木兰，要不再让罗医师给你看看吧？没用的，别担心了。木兰姐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大家一切照旧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虽然少了一个人织绣，但我已经跟谢将军说了，他会安排的。这和亲图绝对不会因为我的手残废了就停下来。那主持谁来呢？还是我。虽然我现在不能织绣了，但是可以为大家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哪怕是为大家端茶送水，我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好的。木兰姐姐，小浅，茯苓姐姐让我把这个给你，她说这个是锦绣山庄的祖传擦手油，就算不能治好你的手，但能活血化瘀，或许有用。茯苓呢？她说她今天累了，回房间休息了。小浅，麻烦你替我谢谢茯苓。嗯，这个没用的，但这个是茯苓的一片心呢。木兰，八爷爷，八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都先下去，我有话想单独跟木兰说。八爷爷，你也先下去，啊。走吧。
八爷爷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让我看看你的手。八爷爷，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，这和亲图才织了一小部分，我就倒下了。我也很想继续织下去，可是我这手实在是不听使唤。八爷爷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跪下。如果我收你为徒，你愿意吗？八爷爷，我这手都这样了。正是因为你的手这样，我才要收你为徒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将飞针的绝技传授给你。飞针？大概20多年以前，我得了一场大病。后来虽然身体痊愈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但双指却落下了手抖的毛病。这跟你现在是一样的。当时我还练就了一手飞针绝技。我现在就是要把这飞针绝技传授给你。这就是我练飞针的地方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飞针绝技秘不外传的原因了吧？这飞针一术本是为了治病才练就的，待我练成之后，却发现如果为心术不正之人所用，这飞针简直就是阴毒无比的杀人利器。刚才我只用了3分劲道，却已经入木3分。如果劲道用足，这铁针就能钻木而入。这铁针若是钻到人的身上，要害部位，必定立刻置人于死地，却不留痕迹，验尸都验不出来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连春愁都不让知道。可是现在木兰，和亲图不容耽误，你的手伤刻不容缓。最重要的是，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，让我对你的人品十分放心。所以这次决定将这飞针一术传授于你。八爷爷，你放心，木兰如若学会了飞针一术，绝不伤人害人。能收到你这样一个弟子，也是老夫幸运呢。谢谢八爷爷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八爷爷对我的期望。好。不过，我相信八爷爷的飞针一定能治好我的手，但要多久才能治好呢？那要看你的悟性了。当初我开始练的时候，大概1个月左右，手就渐渐好转了。1个月？那这1个月里，谁来主持和亲图啊？木兰，你放心，
我已经和谢将军商量好了，他现在已经去释放你娘了。那太好了，谢谢八爷爷。这下可以好好在这儿安心练飞针了吧？这个呢，就是你要练的飞针。在练习之前，一定要好好熟悉它，反复的熟悉它，要感觉它好像是你的一根手指头。八爷爷，你看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一根是你刚刚拿给我的，这一根是我在四娘火葬后在柴堆下发现的。我怀疑四娘就是死在这根针下。这小小的一根针，就能置人于死地。将军，请看这茶壶。如若是人头的话，那会是什么结局？这飞针可是先生的独门绝技。是的。可曾传授于人？从未传授他人。先生的弟子们呢？唯有春愁一人，因为飞针过于危险，所以老夫并未传授给他。本想将此绝技随老夫带进棺材，但是这次若非和亲图一事，也不会传给木兰的。那会不会他人也知这飞针一术？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。那贾云呢？从未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。虽然先生从未传授于人，那是否有人会偷学呢？将军，请随我来。将军，这就是老夫平日练习飞针的地方。当我练的时候，门窗子都是紧闭着的，不可能有人偷学。这飞针从何而来？老夫亲自设计，请工匠打造的。这一根烧过的飞针呢？是否是先生的飞针？是我的飞针。你的飞针平时都收在哪里？全在这只罐子里头。其他人能否动这个罐子？不可能。每次我练完之后都自己收起来，然后自己保管。从未丢失过？从未丢失。既然先生的飞针从未丢失过，那这一根怎么会在思娘火葬现场出现？老夫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所以才速请将军前来查验。你有多久没数过这飞针了？大概有半个月吧。看来我们得数一数了。我来数。好。这罐子里有多少根飞针？ 100根。
现在是多少根？99根。不过刚才八爷爷打入茶壶里1根。那这只就是第101根。先生说这飞针是自己设计，请人打造的。那是请谁打造的？桂花乡的王铁匠。你们这里谁是王铁匠？我是。你们3个出去。你留下。不是，军爷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谢军爷，这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是王铁匠？我是。将军，你可认得这个？哎，这不是八爷爷的针吗？没错，是八爷来订的货，要的就是这种针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哟，这个久了，得10年前了吧？这么久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？谢将军，因为这种针呢，它比一般的针长又粗，而且还没有针眼儿，所以印象很深。刚才你一拿出来，我就认出来了。当年八倍蚕可是亲自来订的货。是，那个时候八爷爷的身体啊还很硬朗。你还记得打了多少根针？打了100根。当年可是八倍蚕亲自来提的货。是啊。没有陪同？这个我倒记不大清啊。当年八倍蚕有没有跟你说这针的用途？八爷爷说是为了强健身体。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过？没有。五凤谷除了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人打针？哎呦，谢将军，你这可算是问着了。在咱五凤谷啊，打铁铺子倒是不少，能打针的也挺多的，但是真正打得好的，那还得数我王铁匠。哎，不是我跟你吹啊，我打的那个大斧头，放根头发上去，吹起就断。我打的绣花针啊，最细的不到1毫，用过10回8回的都不断。哎，我还能根据绣娘们的要求啊，哎，谢将军，你打听这针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八爷爷出什么事儿了？10年前针的样子你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刚才提到100根的时候，你犹豫了？哟，谢将军，你真是神明啊！说吧。当时啊，因为这针样式奇特，你说我怕八爷爷下次再来要，你说又要重新画图，又要现打，太麻烦了，我就多打了2根样针，自个儿偷偷留下了。2根？是，就2根，这多留也没用啊。这2根针现在在哪儿？拇指与食指交叠，压住飞针的中段，不能紧也不能松。然后以拇指的指甲与指尖的力量，将飞针向外踢出。指尖？你一定要忘记你的手已经受伤，也不要去控制那种颤抖。你只需要把你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将这飞针踢得更远上。对，踢出去。谢将军，这我明明就放在这盒子里面的，它怎么就没有了呢？2根都不见了。啊，都不见了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这几年，八爷没再说要打针，我也就没再关心那2根样针啊。这么说，这2根针是找不回来了？是啊，你说这谁会偷这2根样针呢？谢将军，你为什么就非要找这2根样针呢？
铁匠啊，老实交代吧，那2根针拿去做什么用了？不是，谢将军，我真没拿那2根样针呢。啊！哎呦，谢将军饶命啊！谢将军饶命啊！我是偷了2根样针，没跟八爷爷说，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丢了呀。谢将军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起来吧，饶命啊！我来寻针之事，你不可对任何人提起。如果泄露出去，我第一个就拿你查办，绝不轻饶。谢将军，你放心，谁来问我呀？我保证不多说1个字儿。不，我保证1个字儿都不说。走。再试试，加点劲儿。将军，请。四娘死后，这房子当天就贴上了封条，这几日都没人进来，所以没人动过。将军，请看，果然不出将军所料，这针孔极其细微，若不仔细观察，绝难发现。将军，四娘就是死在这儿的。在下估计啊，当时四娘坐在这儿，那贾云不知使出了什么招数，让四娘倒地身亡的。四娘的身量与茯苓差不多。对，他们母女俩的身材，确实差不多。哎，将军，是不是想要茯苓过来？那好了，茯苓，休息会儿吧。也不知道木兰这几天去哪儿了。听说她每天都去洛神庄园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天天在这织图，好几天没回去了。庄里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八爷爷找他有什么事吧。你知道什么事吗？哎呀，别猜了，我们安心织图吧。贾云，跟我来。他怎么在我娘房里？我让他来的。谢将军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为什么在我娘房间里？茯苓，我想请你和贾云帮我复原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哪天晚上？四娘死的那天晚上。坐下来之后呢？坐下来之后，我就跟四娘说，对于这和亲图啊，我觉得，你看，这朵粉色的牡丹，是不是用网针更好一点？还有这个，这朵月季用珠子针，还有这四娘就这样倒下了。
谢将军，你查到了什么？你们见过这根针吗？没有啊。四娘应该死在这根针下。将军，四娘死的那天晚上，巴贝残一直在洛神庄园，他的管家和贴身小厮都可以作证。将军，我排查了一下铁匠铺，铁匠那天赶一批货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铁匠铺，他的3个徒弟可以证明。将军，我负责盘查锦绣山庄。当天晚上，我们的兵士守在大门口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等。至于什么人在花园里逗留，他们在大门口既无法兼顾，也说不清楚。锦绣山庄平时有多少人？参加和亲图的织女绣娘，还有打杂的，再加上锦绣山庄的自己人，大概有30人。是否都查了一遍？我已经暗查了一遍，不过还没有找到可疑人。李江在，将院子里面守门的全都换成我们的人。贾云的嫌疑基本上能够洗清，他可以回家了。制造和亲图不能群龙无首，让他尽快入住锦绣山庄。是。娘，你受委屈了。木兰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一切都过去了。真的没事了吗？真的没事了。娘，咱们回家去吧。木兰，去看你娘。今天是我娘的2期。福令，别太伤心了，有什么心事呢，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聊聊，千万别一个人憋着。末将，上次我晕过去，后来我才知道是你把我送到天星堂，我还没谢谢你呢。啊，小意思。你有任何需要找我就可以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锦绣山庄还在织图吗？是啊。那现在谁主持啊？云姨马上上任。云姨？云姨她放出来了？是啊。凶手抓到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但是谢将军确定杀我娘的人肯定不是云姨。你怎么知道？谢将军查出来，我娘是被外面花园飞进来的一根针给杀死的。一根针也能杀人？什么针？你见过吗？那不是普通的针，它比一般的针要长这么多，还要粗这么多，而且还没有针眼。因为杀人的凶器是针，所以我娘的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伤痕。谢将军查了2次，都没有查出来。难怪。那凶手有任何线索吗？还没有。希望凶手可以早日落网，这样你娘也可以瞑目。谢谢你。我该走了。啊，好，你小心一点。
这个还给你。这什么？上次你丢了，我拾到了，也没有机会给你。哦，谢谢你。一根针，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？哼，我猜应该是直接刺入头部。啊！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要找到这根针。在这么大的五凤谷，要找一根针，是不是困难了点儿？再难也得找。找到针的主人，也就找到了凶手。找到了凶手，也许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。谢启成肯定也不会放过这条线索，他也一定在找针的主人。我们找，他也找，会不会撞到一起啊？再危险也要试一试。现在一条又一条的线索都断了，我们只剩下这一条，绝对不能放过。是。哦，客官，你买针呐？啊，老板啊，听说这五凤谷卖针最全的就是你们家了。哎，过奖过奖。不过本店里啊有300多种针，不知你要哪种啊？那一样给我来一包。哎，好。云姨，云姨，云姨，你没事了？没事了。平白无故关了你这么久，怎么着也得给个说法呀。啊，杀四娘的凶手另有其人，就这个说法。福林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娘啊。福林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。木兰，你快去吧，这里有我，你放心吧。好。木兰，你天天去洛神庄园，到底是去做什么？八爷爷在帮木兰治手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木兰姐，你的手能治了？八爷爷有种特别的方法，刚好能治我的手。我跟了八爷爷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他会治病呢。八爷爷的事儿，难道你全知道啊？也是。木兰，有没有效果？有。你们看，手没有以前抖得这么厉害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木兰，真的希望你早点治好，早点回来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八爷爷是怎么治的？他真的能治好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反正我和八爷爷都有信心。好了好了，姑娘们，以后这个绣楼就由我做主。大家该说也说了，该笑也笑了，就开始织图吧。开工了。娘，那我先去了。我都跟你说那么清楚了，那根针有这么长，有这么粗，而且没有针眼，照着买不就行了吗？你买这么多回来干什么？那难道这么多针就没有我们想要的？你没长眼睛啊？这每一根都有针眼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我再去买。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谢将军。木兰，现在我们基本上确定思娘是死于飞针。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能够接触到飞针的只有铁匠和八倍残，而练习过飞针的只有八倍残。一定不是八爷爷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思娘死的那天晚上，这2个人都没有进过锦绣山庄，而且有人可以证明，他们俩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思娘。如果这2个人都被排除掉，那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第3个人，他可以接触到飞针，并且练习过。那这个人会是谁呢？这个人有可能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也有可能就是锦绣山庄里的人。
在这绣楼之内，你有没有怀疑过，谁可能是杀害思娘的凶手？除了八贝残和铁匠，还有谁既可以接触到飞针，并且练习过飞针？这绣楼里都是与我一起长大的好姐妹，我不愿意怀疑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我也相信，一定不是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我理解，我会继续调查。罗医师，啊，姑娘早。罗医师早。云姨，罗医师，云姨洗脱嫌疑了，昨天就回锦绣山庄之徒了。太好了，和亲图有了云姨，真是如虎添翼啊！这和亲图是国家大事，也是思娘的遗愿，所以我一刻也不敢耽搁。哦，那现在谁主持和亲图啊？云姨回来了，当然是云姨来主持。木兰现在跟八爷爷在治守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洛神庄园，锦绣山庄这边就由我多看一点儿。我比这些小姑娘们经验都多一点儿，在紧要关头可以多指点一下。云姨，你真是责任重大呀！哦，有10多天没泡手了，来，给我看看吧。啊，行。这10多天没泡手，我都觉得我的手生了呢。罗医师，罗医师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看到你的手，让我想起思娘。你们的手很像，连纹路都一样，所以我有点难过。啊，我这手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你放心，我准备2味好药，给你好好保养一下。小三子，哎，云姨，请。将军竟然怀疑春愁。既然飞针是你独门绝技，他又是离你最近的人，而且当天晚上他就在锦绣山庄，我没法不怀疑他。虽然他是离我最近的人，但是他绝不可能接触到飞针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会飞针。我也只是怀疑。他父母早亡，10岁就跟我住在这洛神山庄，像我的孙女一样。我可以保证，他不会去杀人，更不会去破坏和亲图的。既然先生担保，在下也无话可说。对了，木兰的手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很顺利，再过10天半个月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太好了。下回再来啊。哎。哟，客官有事吗？哦，我想买针。哦，请问客官想买什么样的针呢？我想买的针呢是这种。哎，我的针呢？奇怪，我的针掉了。哎，我说这位客官，你先别急啊，你只要说出这针的大小模样是什么样的，我保管给你配齐了不就行了？好，我要的针呢大概是这么长，然后这么粗，最好是没有针眼。没针眼儿？客官，你是在说笑吧？要不就是你啊在消遣我。你想想看，没有针眼的针怎么穿呢？哦，老板，我们家王姑娘让我买的针呢，的确是没有针眼的针。老板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客官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呀。哎呀，如果客官真想买这没有针眼的针呐，我劝你到天星堂去看看。
哎呀，你来了。啊，是啊。哎，你忙，不用管我。好，今天就这样，明天再来一次，应该就可以痊愈了。谢谢罗医师。怎么，你是来找我看病的吗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银针啊。银针？银针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是治病用的了。哦，那我晚上睡不好能治吗？可以治。真的？那给我试试吧。你确定你要试试？来呀。请。左手啊。这针下去，保准你今晚能睡个好觉。放松点，别那么紧张嘛。哎，那你这一针能让我永远睡不醒吗？不能。哦。哎，我看算了吧。哎，我怕疼。哼。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吗？因为你的心事儿太多了。也许你把心事说出来，你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有些心事说出来，问题可以解决；但有的心事说出来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你是不是来找什么东西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东西？感觉。罗医师，你的感觉好像不如你的医术。我走了。木兰呐，你能看见那幅画上的3只蜜蜂吗？能。我要你瞄准它。八爷爷，这我哪行啊？你的眼睛能看清楚吗？能。你的眼睛能看到的地方，你的手就能将它取到。我的手可没那么长。这飞针就是你手的延伸，将你眼睛看到的地方传递到你的手上，再传到飞针上。八爷爷，可是我的手在抖啊。你的眼睛没有抖，你的手就不会抖，因为你的手上有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里面有你的手。谢将军，你有事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来看看和亲图织得如何。自打我娘回来以后，和亲图一切顺利，再有2日，所有的底纹就都能完成。我们打算全部挪到楼上，开始绣花的部分。很好。到时候我的手也好了，可以绣花，我们的进程还可以更快。让我看看你的手。老先生果然不同凡响。我真想立刻回到织机前。看来，这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名凶手还没有找到。谢将军，你怀疑他还会再次下手？他杀思娘就是为了破坏和亲图，但是思娘的死并没有让和亲图停下来，他一定不会甘心。他会怎么下手呢？不要忘了，铁匠那里丢了2根针，我们现在只找到了1根，那凶手的手中应该还有1根针。可是谢将军不是已经增派了人手了吗？他想下手的话，应该不那么容易。
你可听过4个字，叫做防不胜防。提醒你娘，千万小心。好。这天心堂的银针，虽然都没有针眼，但是太细太软，肯定不是福林所说的那种。难道这针的线索就这么断了？史伦，在衙役那边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？有衙役说谢启辰带人去过桂花巷的铁匠铺，但说了什么一概不知。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哎，用点力，手腕用点力啊，用点力，用力！客官，你要点什么？我想要定做几根针。不知道客官你要做什么针啊？我要的针大概是这么长，然后这么粗，最重要是没有针眼。你打过吗？我打过，帮谁打的？哎，客官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去看看账本啊。用点力，用点力。喂，你搞什么鬼？你是什么人？跟我去见官！想走？就是他！别动！喂，你们抓错人了！哎呀，放手！我是末将，不是凶手啊！喂，你们搞清楚，我是谢将军的朋友，你们搞错了！哎呀，跪下！跪下！放开我！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不是凶手，放开我！我是谢将军的朋友。谢将军，你快救我！他们抓错人了！跪下！末将，没有错，抓的就是你。啊！你抓我做什么？末将，从实招来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什么要暗害思娘？什么？哎，思娘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搞错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去铁匠铺做什么？我去找一种针呢。你一个贩马的，找针做什么？我再问你，你要找什么针？你不回答也可以，我来告诉你。你要找的那根针，正是暗害思娘的凶器，而关于这根针，根本就是个秘密，没有外传。你又是如何得知有这么一根针的呢？因为你就是凶手。收拾东西，快走！怎么了？去哪儿？末将被抓了。什么？谁抓的？还能有谁？谢启辰的人。为什么？别说那么多了，逃命要紧！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哦，我们跑了，末将怎么办？顾不了那么多。不行，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。这是末将的吩咐，他亲口说过。他说一旦有人出事，其他人立刻撤退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。就算是末将亲口说的，也不能把他丢下。你要干嘛？我去救末将。你怎么救？你知道他关在哪儿吗？你只有一个人，对方有几十人。我不管。你这样去不仅救不了末将，还是自投罗网。你们听，官兵来了，走，快走！全都搜仔细！是，快点，跟我来！把老本带过来。走。前面，军爷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这里是不是住着几个高车人？是。给我搜！既然你不是凶手，你怎么知道思娘死在这种真相？福林告诉我的。平白无故的，福林为何跟你谈起此事？哎，我可以跟福林对峙啊。我看你是在拖延时间。谢将军，这件事很简单嘛，
你只要把福林找过来问一问，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在说谎了。就算你没有说谎，但思娘之死查案有官府，你却跑前跑后忙个不停，看你如何自圆其说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热心嘛。我看你不是热心，而是另有居心。末将，给我从实招来。谢将军，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你要我招什么？将军，他们的人都跑了，这些东西是在客栈里发现的。这些针是做什么用的？哦，我是想找哪一个是杀人用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。这个还给你。这什么？上次你丢了，我拾到了，也没有机会给你。这是我的汗巾。传福灵。是。快！歇口气儿。而且，差点就被他们给抓住了。如果能弄匹马，我们3天就可以赶回柔然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回柔然？你不回去？我要回五峰谷。你回去干嘛？我要去救末将。你疯了你！我是末将的侍卫长，如果末将出了事，我们就这样回去，可汗一定会杀了我。可末将吩咐过，如果我们当中一旦有人出事，就必须全体撤回柔然。你认为可汗会相信我们的话？但是我们现在回五峰谷去，也没有用啊。可野树说的对啊，我们3人跟随王子来到中原执行重要任务，如今不但任务没完成，王子还丢了性命。就算我们逃回柔然，可汗也不会饶了我们。将军，福临带到。见过谢将军。福灵，叫你来是有几件事要与你对质，你一定要从实招来，不得虚妄。是。关于思娘之死，你可跟末将提起过？是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娘27那天。说些什么？我告诉他，我娘死于飞针之下。平白无故，为何谈起此事？只是随意谈起。这是谁的？这是末将的。那这上面为何会绣有一颗茯苓？是谁绣的？是我绣的。谢将军，你就别再追问了，我向你坦白吧。没错，是我想讨好茯苓，所以对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都特别在意，于是我跑前跑后到处询问，害你误会。茯苓，关于思娘之死，你是否还跟其他什么人提起过？没有，除了末将，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。茯苓，关于此事，不可再对任何人提起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大大，要跑你跑吧。你是丞相的亲信，这回去了，丞相自会庇护你。可汗要真发了脾气，我看丞相也保不了你。
就算我自己回去，一样也会有大麻烦。咱们现在不仅不能跑，还得想办法把末将给救出来。对，不为末将，就为了我们自己，也要把末将救出来。怎么救？末将，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茯苓上心了？哦，也就是刚到五凤谷没多久。你与茯苓是否已经结下私情？那倒没有。不过我们草原上的人，人家对我们好1分，我们一定要还10分。茯苓的娘被人杀害，我不能坐视不管，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要帮他找到杀人凶手。你口口声声来自草原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个高车商人呢。我看你不像。我有通关文书，上面对我的身份写得一清二楚。你以为你这几句话和一纸文书就可以将我蒙蔽？将军，我真的没有要蒙蔽你，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，我真的不是杀司娘的凶手。既然不是凶手，你的几名同伴为何不见踪影？啊？他们都走了？嘿，我就知道。如果不是畏罪，何必逃跑？将军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外族人呢，本来就人生地不熟，处处要小心。而那些官兵穷凶极恶，到处抓人，他们根本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情。换作是我跑得比他们还快呢。末将，你的言行不能让我信服。哎，谢将军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信服啊。哎，要不你把我放出去，我把我那3个同伴带回来，让你问问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末将，你以为你进来了就能轻松出去？李将僧华吉，在，将末将押入大牢。是。将军，起来，将军，走。为什么要把我送进大牢？将军，走，我是冤枉的。走，来，将军。要不我回柔然搬救兵吧？谢启辰做事向来干脆利落，只怕我们救兵还没搬到，末将已经人头落地了。那我们劫狱，看来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你这是送死！谢启辰手下那么多人，就凭我们3个怎么劫啊？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？末将一定是与谢启辰碰上了，才会被抓的。想必谢启辰一定以为末将就是杀死司娘的凶手。只要我们让谢启辰知道，杀司娘的凶手另有其人，这样自然就会放了末将。如果我们把杀司娘的凶手送到衙门去，末将不就有救了吗？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司娘，那末将就不会去调查真的这件事儿，那就不会被抓了。你这话说了等于白说。那我们要是再杀一人呢？末将他被关在牢里，自然没有机会作案。这样，我们就替他洗脱了罪名。哎，此计甚妙。那我们挑谁下手呢？杀司娘的凶手是想阻止和亲图，那么现在和亲图谁主持，我们就杀谁。贾云。八爷爷，你看，我射了8根针，全命中了。8根针有几个针眼呢？8个。8根飞针应该只有1个针眼。那就是说，我的手还不能完全复原。你就是因为忘不了你的手啊。可我已经很努力地忘记了。在你出手的刹那，没有你的手，也没有飞针，甚至没有你自己，只有你眼前的目标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超越，也才能控制。八爷爷，我试过很多次了，可是在出手的最后瞬间，我总有杂念。
你用飞针将我手里这根蜡烛的火熄灭。八爷爷，这不行。你一定行的。我会伤到你的。是，你若稍有偏差，是会伤到我。所以，你要记住，你要把你看看你的手。不抖了。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谢谢八爷爷。真没有想到，我这飞针绝技还真为这和亲图做了贡献呢。八爷爷，木兰一定为和亲图竭尽全力，绝不辜负八爷爷的再造之恩。好，忍着点啊，可能稍微有点疼。哎呦，你轻点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些兵也真是粗鲁啊！我回话不过慢了半拍，就打到我身上来了。哎呦，是啊，轻点。你知道末将为什么被抓吗？听说是他杀了司娘。那他那几个同伴呢？都跑了，一个都没找到。哎呦，轻点。末将为什么要杀司娘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好，你试试看有没有舒服一点。哎，好多了。哎呀，不错，好多了。来，这个药酒拿回去擦一擦然后明日此时你再过来，我帮你揉一揉。相信3-5天就能好了。好，谢谢罗医师。谢谢。请这边请。哎呀，谢谢啊，慢走。你都听到了啊？什么啊？末将被谢启辰抓了。啊？那天不是说他是朝廷的密探吗？那谢启辰干嘛抓他呀？要么是谢启辰抓错人了，要么是我看错人了。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整天鬼鬼祟祟的。抓了也好。我倒觉得这个人挺有趣的。这贾云除了早上去天星堂洗手之外，一天到晚都待在锦绣山庄，咱们完全没机会啊。那早上下手呢？不行，一大堆绣娘在一起，你怎么下手？看来要杀贾云，只能先进锦绣山庄。你看看，4个兵士在把守，现在锦绣山庄比以前严密多了，想从正门进根本就不可能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劫牢房，拼了这条命也得把末将救出来。先别说这些，咱们现在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对，你要冷静点。嘘。伙计，来了，客官。刚才那女孩是花木兰吗？是啊。